草本人人有报道，华东中国管理处打算要替推动鹿野良田村嘅比行闸公路长巷，去做差不多有2公顷嘅比行闸主题度假村，引起在地民众嘅反对。一个计划其实10年前任乡长都有提出的，华东中管处今年再个提出一个案呢。不过部分比行闸教练还个搞比行闸嘅人认为讲，度假村会使至到比行人公路架下呢会更危险。中管处讲，因呢评估好未，扣下2公顷嘅度假村建筑，一个含村3公顷嘅公路场，本比行闸有哪用嘅？比行闸主题度假村计划，事实上早伫10多年前，最有基隆市嘅鹿野乡长，也喺比行闸业者李延生提出来嘅。基隆市因在鹿野地区大素材唔辣，而盼比行闸比赛时节，限速动作无素材好大。每一次的比赛，或者是你来这里，你就是要一个地方好住，这个很基本的。10年过后，华东中国管理处又重新提议计划，最希望加大民间投资回馈机制，来天数比行闸也系热气球运动嘅经费，来推广比行闸运动。不过民间团体认为，鹿野也下民宿饭店安多，推广比行闸运动，来去度假村，根本係2件事情，不应该落空下来讲。我不相信一个飞行伞运动会因为盖了旅馆在降落场旁边，它就有蓬勃。如果这一招可以，那我们全台湾到处盖足球场，我们台湾马上就拿到足球世界杯冠军。不过，本当地比行闸教练和社会系，各路从顺学去嘅事情流各位建筑，造成嘅乱流會危害到正學比行闸嘅人。前鄉長老中管處聲認為，去度假村唔會影響比行闸運動。它的一个建筑有4樓高。还有它一个突出的那个方向哈，它有在这个南向，那南向在南风吹的时候呢，风强是会很强乱流，那对很多人来讲哈，尤其是初学者，会造成一个致命的这个危险。预留的那3公顷，其实目前呢，供这一种飞行伞降落，它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啊，绝对没有。我们也经过这个风场的一个评估，也请教过这些飞行伞的一个高级教练哈专家。那你一个飞行员，你本来就是要去。你本来就要去避开建筑物的啊！不过从搞比行闸嘅人提供嘅方面，做得看得到，就算良田公路場係盲去度假村，比賽度喺動作看到亂流、失速一條意外。用推廣比行闸運動做名義嘅度假村，實可能變做傷害比行員嘅主要原因，也難怪許多比行闸教練同教委員聯署抗議。客家新聞陳建明，台東報道。